议员蔡立青为下安南西主会等15个友会兄弟，选伫无亲戚进前来到特殊教育学校，并一律展亮会，代表对学生满满的感谢甲慰劳。会长嘛持续关心特殊教育学生资源的欠缺甲家庭困境，以及替学生争取安南病院健康检查有单一参考努力，并互因知影因并无孤单。上次听主任讲说，我们的复康巴士跟教育部要争取，还有这个进度很缓慢，教育部批准的进度很缓慢，所以这一块我们会继续来努力。那未来希望说，如果学校校长还是家长这边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提出，我跟邱议员一定会去整合这个资源来。感谢咱各位西主会的一寡师兄嘛最用心的，会当来这块社会真侪人看会到的所在，咱尽量来甲做较完善的安尼。所以我也真欢喜来这尽一份力量，提早这恁祝福母亲节快乐，谢谢。台南特殊教育学校属于国立由教育部管辖，所有在地议员甲社团的关系，嘛互学校相当感动。虽然我们不隶属台南市政府但是2位议员还是秉持着在地的子民来做关怀那我们非常的感谢了政府资源有限，民间力量无限，何况特殊教育学校所需要的复康巴士等资源不足，议员需要有志共同投入，形成爱的循环。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